做咩？我哋練背之前啦，我哋首先要做翻少少熱身。兩隻腳幫我打翻盤骨闊肚，企直。OK， 慢慢將個膊頭放鬆，心口推前，做好呢個準備動作。我哋一齊配合個呼吸，鼻吸，慢慢將個心口打開，推出嚟，跟住將兩個膊頭有咁高，戚到咁高，用誇張嘅感覺將佢向後轉，再嚟鼻吸，開口呼。跟埋我哋嘅呼吸練習咯喎，吸氣，呼，嚟多3組啊，吸，呼，再嚟2，呼，最後一組，吸，呼 ，OK， 好，繼續啦，將隻腳盡量打開一個大字，手慢慢向上掹長咗佢。手指尖幫我用力指上天花板，一樣做個吸氣，慢慢升高咗個上半身，感覺成個腹部有拉扯嘅。右手扣住我哋左邊手腕呢個位置，嗱，記住唔使俾咁大力揸實啊，套住就 OK 啦。掌心向前，吸啖氣，繼續向上掹長一下。準備嚟啦！呼氣，慢慢將個側身幫我挨向你嘅右邊，逐格挨落去，以10分嘅感覺，大約我哋停留5至6分，跟住開始喺度做呼吸，呼氣，再呼。感受到你而家左邊側腰呢有打開拉扯嘅感覺就 OK 啦。最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而家要用慢慢側腰嘅力升翻起上嚟，跟住我哋再解翻開我哋雙手。好，準備另一個方向，同樣用力掹翻長隻手向上升上去。好，準備右手扣翻住左手，吸，向上掹一下，呼氣，同樣今次挨向你嘅左邊，打翻開我哋另一邊嘅側腰。好，落到去 feel 到成個背脊啦、側身啦都開始有拉扯就 OK 啦，唔需要落得太低下。我哋今次循序漸進，先練習好個呼吸，鼻吸，開口呼，每一下嘅呼氣呢，你都會帶動到你嘅肌肉做放鬆，從而俾你伸展嘅感覺呢，就可以再帶得深啲啦。hold 住喺度，3、2、1。一樣用翻側腰嘅力，幫我升翻上嚟，打開。咁通常做咗第一組呢，我哋都會做一啲基礎嘅熱身。第二組我哋就可以將啲力再加強啦。第二組一樣，吸氣掹翻長隻手，升上天花板。OK， 今次可以用少少力加上去，一樣做個套手，吸掹長升高，呼氣挨落去。如果頭先10分嘅感覺，我哋去到5分，今次可以再幫我加多2分嘅力，吸，呼氣，用右手嘅力掹長我哋嘅左邊，拉過去，右 hold 住 ，feel 到感覺越嚟越大，你可以做個深呼吸，同時繼續將你嘅左手掹遠啲向你嘅右邊方向 ，hold 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吸氣，一樣用翻側腰嘅力上翻嚟，打翻開放鬆。好啦，做完一邊加強呢，其實你已經會 feel 到呢。
兩邊手指應該會有少少唔同啦。大家伸直手咧就可以對比到噶啦。拉長咗一邊嘅筋膜線咧，係會 feel 到兩隻手已經開始唔對稱。咁我哋就會做埋另一邊，一樣升起手。今次反方向啦，左手套翻住你嘅右手掌心向前一個吸，掹翻上去天花板，準備呼，落翻去我哋5分嘅感覺，準備吸。呼氣，繼續用力掹長我哋嘅右手向左邊拉過去，鼻吸，呼，hold 住，5、4、3、2、1。一樣用翻你側腰嘅力，我哋可以升翻起上嚟，打翻開。哇！有冇 feel 到成個背脊嘅感覺開始出嚟啦？咁其實前兩者嘅熱身咧，就係要令到我哋成個背嘅肌肉啦，可以拉翻鬆先。咁你陣間再鍛鍊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同樣用重嘅力咧，會有效果好多啦。跟住我哋就正式開始做我哋今日嘅練習。頭先我哋會做咗個轉膊頭，係咪？而家會加強少少，將你嘅右手咧，慢慢幫我擺咗喺我哋背脊嘅另一邊肩胛骨，右手擺喺左邊肩胛骨。好，盡量手背咧幫我黐實佢嘅。陣間做嘅過程，收少少腹，穩定你嘅下半身，用力你就慢慢拎起個膊頭，跟住做個轉向後拉嘅動作。OK。開始，鼻吸，呼氣轉，呢一組就會跟翻我哋頭先練習過嘅呼吸啦。OK， 鼻吸，開口呼。有冇睇過我啱啱今日 upload 上嚟嗰段片啊？其實就係講翻好多朋友仔咧，本身胸前肌肉好緊啊，所以呢一 part 咧，主要我哋就要跟翻你嘅呼吸，慢慢放鬆翻呢度嘅肌肉咧，你自然令成個肩咧入翻血，有血佢就會有彈性，所以我哋活動嘅幅度咧就可以提升啦。OK， 再嚟啦喎，我哋大概每組做30秒，鼻吸，開口呼。嗱，開始感覺到手臂一啲關節啦，會有少少壓迫感嘅。嗱，咁記住呢個力咧，你就要頂實你嘅背脊啦。我哋盡量拎起嘅感覺，揾你嘅右邊膊頭，用力向後轉，收腹，唔好俾下半身移動得咁多。好，再嚟吸，呼，最後一組吸，拎高，呼。好，鬆翻出嚟啦。有冇避一隻手？好，鬆一鬆，活動過後轉你另一邊嘅方向，同樣將手擺喺我哋對角嘅肩胛骨，手背黐實佢，盡量吸氣就要 ready 好個身體挺直，拎高個膊頭，跟住做個向後轉嘅動作。嗱，通常好多朋友仔咧都係慣手係右力係活動手啦，咁你會發覺右手嘅力咧係會特別緊嘅，而你左邊手嘅力咧咁就會鬆少少，容易做啲啦。好，再嚟啦，吸氣，呼，好，鼻吸，開口呼，轉我哋嘅膊頭向後，盡量將個圈圈咧可以打多少少拉向後嘅感覺。如果而家你嘅活動幅度咧未係咁理想啦，唔緊要，首先練習咗個呼吸先，一樣吸氣，呼氣轉膊頭向後拉開嘅感覺 ，feel 到前面啊，特別前面呢 part 胸肌有掹扯住就得啦。OK， 我哋再嚟練習，5、4、3、2 OK， 最後一 part 啦，1呼，好，放鬆。好，做完呢一組之後啦，如果真係有啲朋友仔，我連擺手都好啦，我都擺唔高喎，咁就可以建議呢一類型嘅朋友仔咧，
我哋做呢個動作啦，我哋會加埋身體一啲動態，幫你入翻一啲大方向嘅力，帶翻個關節嘅喐動。兩隻手咧，同樣你重量咧棘喺個你後邊背脊咧最低位先，慢慢咧將你，譬如我做右邊啦，我就拉低我嘅膊頭向左，慢慢可以做個大風車咁樣，用身體嘅力幫你帶入去。嗱，記住下呢個過程咧，你都要用翻少少腹力穩定你嘅下半身嘅，成個轉嘅力都重心要擺翻喺右邊，用力掹落嚟，呼氣向後轉。OK， 咁呢個角度雖然咧未係做得好理想，但係咧同樣都可以幫到我哋嘅活動幅度有提升。所以一樣啦，我哋跟翻30秒啦。咁你做完一邊就做另外一邊都 OK。咁下一個動作啦，就去到咧，我哋會俾個側身大家望一望。首先同樣咧，兩隻腳分開企直。好，由個下半身開始收腹夾 pat pat， 穩定好，我哋就將兩隻手指向前，俾個 good 自己，伸直嘅手臂嘅。好，沉低翻個膊頭，做個推翻個心口向前，夾一夾個肩胛骨。吸氣，慢慢將手指公向後拉，好，拉到最高，差唔多去到你頭頂呢個位置咧，係要特別 hold 住嘅力噶啦。因為而家呢個位好接近去到我哋嘅胸椎，你要慢慢將佢收緊，拉翻直你成個身體。好，去到呢度應該係最有感覺啦。慢慢感受，將個背脊中間用多少少力幫我 hold 住10秒。過程記住 hold 穩我哋成個身體姿勢，用力收腹。收 pat pat，hold 住背脊中間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吸氣，慢慢落翻嚟，放鬆。有冇發覺做一 part 已經好攰啊？如果你做中呢個位置咧，呢個就係我今日喺條片入邊講嘅呢個點，你會 feel 到成 part 咧。由個頸椎啦開始去到胸椎咧，幫你呢一段掹翻直嘅。OK， 準備啦，第二組同樣伸直翻我哋嘅手臂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將手指公向後拉。好 ，feel 到呢一組咧，比頭先嘅感覺咧再容易做到啦。其實身體好聰明，當你入翻啲啱嘅力咧，你自然就可以姿勢咧 keep 得好穩定。hold 住用力，記住全部發力點集中翻喺我哋背脊中間。好，收腹收臀，夾實我哋嘅背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吸氣，慢慢落翻嚟，放鬆。好，第二組啦。咁同樣咧，我哋會將個方向咧係手指公向外打開嘅。咁呢個力咧就要幫我哋兩邊嘅肩胛骨咧，要集中翻個發力，推翻喺中間嘅感覺。準備，而家會俾個背向大家望一望啊！一樣兩隻腳幫我先分開，企直，夾 pat pat 收腹。好，首先去翻到頭先第一個位置，手指公伸直指向前，吸，慢慢拉高咗之後。去翻到頭頂，好，跟住慢慢手指公向外打開，準備啦，呼氣用力夾向中間，同樣我哋 keep 住呢個姿勢咧，要感覺兩邊肩胛骨向中間用力 hold 住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吸氣，慢慢收翻動作，再嚟第二組吸，升高，好，入翻啱我哋嘅頸椎、胸椎位置，再打開兩邊，準備吸，呼氣用力夾實我哋嘅肩胛骨，10、9、8、7、
6，背脊 hold 住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鬆翻上前。好，最後一組啦，俾個正面大家望一望。嗱，記住過程咧，收腹穩定好緊要啊！成個身體姿勢咧就會慢慢幫你平衡翻啲力㗎啦。好，矯正嘅同時，而家慢慢試下放鬆手指公嘅力。我哋開始要習慣由個背發力，拉我哋嘅手上去。咦，有冇發覺第3組你會再輕鬆咗好多啊？手指公向外指，打開。跟住慢慢將兩邊嘅肩胛骨幫我用力 hold 住，收腹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鬆。哇，其實練完呢，淨係幾組發力已經相當之有感覺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會練翻琴晚嗰4個動作啦。第一個動作，企翻好下半身，打翻開手，好，做個 V 字。首先就係慢慢將個手踭呢向你腰間兩邊方向拉落嚟，做個 W。記住呢個力呢，好多時用錯喺你嘅手臂，你會好緊張拉落嚟。OK， 放鬆手臂嘅力，我哋集中翻由個背脊發力，拉個手踭落嚟。OK， 準備開始，手打開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手踭向下拉，夾背。好，3、2、1，再嚟吸氣，打開。好，呼氣用力。有冇發覺個背脊開始用力明顯咗好多啊？好，吸氣，再嚟3，呼氣用力，吸氣，呼，好，繼續吸，手向上打開，呼氣，5，慢慢將個背脊再加力 hold 住。吸氣，呼，好，再嚟吸，第7組啦。呼氣用力，有冇 feel 到個心口係好自然幫你挺開嚟，同時你個背脊感覺係越嚟越用到力。OK， 吸，我已經 feel 到個背脊好攰啦。9， hold 住。吸氣，最後一組啦。呼氣用力，將我哋嘅手踭帶向腰間，同時將個背脊夾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，放鬆。其實你練完呢，你已經 feel 到好自然將個膊頭呢係推開咗。咁第2組練習呢，就係要將我哋嘅手臂伸直啦。咁陣間成個感覺都係一樣，將個背嘅力加強。好，反手心向天，吸，背脊慢慢再用力拉低你兩邊嘅手踭貼向我哋嘅腰間，同時你會 feel 到兩邊嘅背係 hold 得再實啲嘅感覺。好，吸氣打開，再嚟呼，同時記得收下巴。如果唔係，好容易就令到個頭前傾。吸氣，繼續呼，pat pat hold 穩，吸，呼氣用力，4，打開，呼用力，吸，呼。吸氣，呼，7，好啦，已經做完差唔多接近一半啦。呼，8，手伸長，呼氣，用力 hold 住我哋嘅背脊。
吸氣，呼。最後一組，掹翻長我哋嘅手，用力呼氣 ，hold 住個背脊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，pat pat hold 穩，4、3、2、1，放鬆。有冇 feel 到成個背脊嘅感覺？係即時 firm 晒。好，最後啦，呢兩個動作咧就會加少少動態落去啦，令到我哋成個關節嘅活動幅度啦，同埋我哋嘅肌力咧就可以慢慢一齊訓練翻。兩隻腳一樣分開，慢慢將佢做個 pat pat 向後坐少少。好，收腹，記住嚇，重心陣間都要 hold 翻住喺中間。試下做個前後擺手嘅動作。feel 到個背脊咧係用力拉你嘅手踭向後嘅感覺嚇 ，keep 住。嗱，過程咧記住個呼吸咧唔好閉氣，好多時咧你想用力就忘記咗個呼吸。記住 keep 住做個呼氣放鬆，肚仔要捏實。做嘅過程，感覺成個背脊都要用力嘅，拉我哋嘅手踭向後。OK，hold 住，加油！5、4、3、2、1，蹲翻直，最後啦，咁我哋會配合翻一個伸展嘅動作咧，令到我哋成個身體啦會再放鬆翻，解翻開啲力啊！一樣做個側身，前後腳企，一隻腳踏前，另一隻腳踩後。好，雙手幫我做個扣手，準備吸，掌心向上推，拉翻長我哋成個人，慢慢將我哋嘅後踭升起，準備一個吸氣，呼氣，掌心用力推上去。心口向前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吸氣收翻動作，轉腳轉方向，好，同樣扣手反手心吸拉上去，跟住呼氣推心口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轉方向，我哋同樣會方向，我哋會做3組嘅，前後腳一樣，吸氣反手，呼氣推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落翻嚟轉方向，吸，呼，記住我哋嘅後邊嘅踭要升起，好，吸氣翻，做完成嘅感覺。你應該會 feel 到個狀態係非常之理想。咁我哋呢組練習啦，希望大家真係今個禮拜日日堅持練。當你掌握咗我哋一啲發力嘅技巧，你就可以選擇一啲唔同嘅動作去練習，你就會好快有效果㗎喇。各位加油！